最衰都係有意思，成日掛住同志官傾偈，明知我測驗都唔幫我溫書。喂 ，Vicky 小姐，你今日係咪好唔開心呢？不如一齊玩個有獎問答遊戲咧。咪玩啊輝，獎品非常豐富噶。古靈精怪，問題乜啊？好簡單，大熱天時，好多人都覺得自己熱氣或者濕熱。究竟呢兩種病症有咩病因？熱氣同濕熱都係實症，中醫叫做實熱症同埋濕熱症。外在病因咪感親濕邪同熱邪咯，內因就係身體腑臟功能失調、飲食過量等，令體內產生熱邪同埋濕邪，影響身體嘅正常運作。答啱啦，你已經得到第一份神秘禮物，有冇興趣再玩落去？神秘禮物？買隻機票同去馬爾代夫咧？唔可以講住先，你有冇興趣再玩落去先？玩咯！熱同埋濕除咗係實症，仲可以係虛症，造成虛熱同虛濕嘅原因係乜嘢？咦，阿輝有準備喎！虛熱咪係身體陰津虧虛，水分唔夠，搞到寒熱失調，陽氣亢盛，係會出現陰虛火旺咯。而虛濕多數係因為脾虛生濕而引起嘅。脾係負責運化水濕，如果脾胃虛弱嘅話，連正常嘅代謝都搞唔掂，咪會生濕咯。講埋俾你聽啦，脾虛同埋津耗都會影響身體正氣，正氣唔夠，自然容易感親外邪，又或者受到飲食、情緒、勞累影響而病親，都會造成虛實夾雜嘅症候㗎。恭喜晒喎，你已經得到第二份禮物啦！俾你聽下禮物嘅叫聲先。吓？你即係買隻貓俾我啦 ？Vicky，快啲嚟救我啊！快啲嚟救我啊 ！Vicky，有意思。係咪好驚喜呢？只要你做到晒以下嘅任務，你就可以選擇點樣處置你嘅仇人噶啦。係邊個啊？唔好玩啦，放咗佢啊！你考得咁差，都係因為佢啫喎。唔好玩啦，放咗佢啊！咁佢就由我哋處置啦。等陣，我繼續玩啊！嗱，前面張凳有個袋，袋入邊有治療實熱症同埋濕熱症嘅方法，請你將佢哋貼喺正確嘅位置，限時30秒，我一收線就開始計時。實熱症應該按熱性嘅程度，用清熱瀉火、清熱解毒、清熱涼血等療法。但係濕熱症就要睇下到底係熱重定係濕重，濕熱所犯嘅腑臟、脾胃功能好唔好而定。應該要用清熱燥濕、芳香化濕、清熱利濕、健脾祛濕嘅療法。幾好啊，答啱晒。咁你仲唔快啲放咗佢 ？Mission accomplished，繼續問答題。以虛熱同脾虛為主嘅虛性症候應該點樣醫？應該要扶正，即係唔好直接見熱清熱，見濕去濕，應該滋養陰液，以助人偏盛嘅陽氣，再加埋少量清熱嘅藥方嚟輔助。咁因為個脾臟唔好引起嘅濕熱症呢？你問完未啊？咁你答唔答啊？個脾唔好就要醫翻好個脾，要用健脾益氣、就輔以去濕嘅方法嚟醫治咯。反應都算幾快。喺公園入邊有本畫冊，裏邊有啲試題，你要揾佢出嚟，俾1分鐘時間你答。